金陵太子宫的旧庙，中华民国105年，今天12月6号，农历11月8号了嘛。国历的12月17、18号要举办第2届哪吒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哪吒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在新营的新北路新营区文康中心底下。金陵太子宫今年要举办罗天大教，12月16号到24号，九朝齐安护国谢恩进入罗天大教。正前方看到的是新庙，举办罗天大教。正前方看到的是玉皇坛，庄严宗教艺术很美，很庄严。玉皇坛，天宫洞很漂亮的花灯你看街道好多的灯古迹之美